講啲嘢俾你知。Jess 啊，你覺得分手最難去開口講係咩原因啊？正經答嘅。你想唔正經？我拍咗好耐拖，其實你心理上都好中意佢，你淨當咗佢係親人，但係生理上已經唔吸引啦。拖下手都會，蜻蜓點水都會，即係好難再同呢個人 intimate 再親密啊！呢個都幾難去講分手喎，呢個係即係如果因為咁樣而提出分手，都唔知點講好。我哋生活到，但係生理方面交合唔到，即係可以咁講冇 sexual attraction，大家冇咗嗰個生理嘅吸引力啊！即係你沖涼，除衫日日望住你裸體啊，已經就係好似媽媽望住個仔成長，我自細就幫你沖涼㗎啦。係啦，可能令到你有衝動想分手，但係如果因為咁樣嘅時候，可能你換咗另一個對象，都會經歷咁樣嘅情況。咁你相唔相信呢個世界係有一個所謂命中注定嗰個就係唔會發生？所有嘢都 OK。你真係覺得你到60歲嘅時候都仲係講追求呢個層次？係啦，我覺得唔同年齡有唔同，真係好難測。你有冇經歷過？